金魚缸一向有五窮六絕嘅傳統智慧，美股上週五大跌，引發 AI 泡沫爆破憂慮。小股民最擔心嚟緊嘅星期一點算好。唔少人都話 SpaceX 仲未上市，諗唔到美股咁快出事。其實美股升咁多有調整唔出奇，怕嘅係亞洲出現1997年火燒連環船嘅災情。尤其南韓股市上週五已經比納斯達克指數跌得更狠。深夜猛跌1100點，美股芯片股大跳水，英特爾跌11%，中概股集體大跌，百度跌近10%。今次美股大調整由 AI 股位高勢危引發，但黑色星期五下跌嘅資產好多，比特幣一度跌穿6萬美元，反映半導體股價嘅費城半導體指數暴跌咗1成，單日蒸發咗1萬億美元嘅市值。美國有分析認為，週五嘅調整可能係科技股缺堤嘅開始。就在大跌市前一日，橋水基金創辦人 Adalio 先預警。$85 billion. Are you concerned that there's a crowding out happening in this market? Can we handle that amount that's coming? All great technology changes produce bubbles. And the reason they produce bubbles is because nobody can get it exactly right. Dalio 仲警告比特幣價格下挫係跌市嘅一個警號。佢早在個幾月前已經警告美國債務太高會令市場風險大增。不過期間美國科技股依然日日爆升，亞洲股市中日本、南韓及台灣股市亦跟到貼，美股高燒不退。亞洲三地就係不斷喺高壓煲下添柴。唔少股市老手都發出過風險警告，但炒到興起嘅小股民好少理。譬如南韓股民借錢炒股一再創新高，台灣股市集中炒科技股嘅情況亦係美國翻版。台灣證券界估計下週一開盤可能要跟跌超過2000點。不過更令股民憂心嘅係亞洲區內印尼、印度都有股匯雙殺問題，如再加上南韓、台灣股市下挫及日本嘅匯率衝擊，亞洲資本市場會唔會重演一次1998年嘅火燒連環船？依家真係好難講，大風大浪時靜觀其變，可能更明智。講到呢度，大家應該再細心睇下美股上週下跌嘅情況。有冇留意到美國大盤跌得比科技股少得多？最搞笑係美國總統特朗普都嚟安撫民心，佢話美國就業數據靚到爆，股市會繼續升。AI 股係殺手定係救生員？6月12日 SpaceX 掛牌上市係一個重要觀察指標，但週一亞股先跌為敬已經係大概率事件。如果美股唔止瀉，亞股內部問題又受累爆煲，咁就大件事，大家都係謹慎啲，謹記保存自身好過火中取栗。好啦，今日講住咁多，再會。